袂歹啦，吼。我讲人啥人看病，当然一定是体内有问题开看病，啊体内啥有问题，哦，即马有一项物件，注意，当然这物件各位可能毋捌听的，哦，即马医学的理论，哦，医学的理论一种叫做，捌听过一个叫做自由基这零点5千蚊，自由基捌听无？毋捌了紧，伊即摆就讲说，你第一摆听过自由啦，哦，自由，吼，你要自由，无要自由，就是自由的基啊，地基啊，哦，这名，你按了紧，你也当做这物件，这物件呢，你甲按体内呢，就会啥，会攻击按体内的细胞，按的器官，所以这物件毋是好的物件，哦，啊，这物件是啥物件？我用例来甲各位讲。譬如讲，咱，安兜的门，即摆兜的门是用铁门，还是用stainless较济？啊，北斗门哦，啊你外口的门，佫是北斗门，还是用铁门？哦，安尼咯，不管啥物门啦，北斗门啦好啦，我讲用铁门来讲啦，吼。你讲我兜用不锈钢的，用stainless的，嘛，对对，要紧，按较早用铁门，安尼铁门，你感觉油擦？爱无？油擦，铁门油擦较袂安怎？较袂生鏽哦。啊，你油擦了后，就袂生鏽吗？会生鏽袂？啊，久来生鏽，啊是安怎会生鏽？啊？后久就生鏽咯，啊是啥物雨后安怎才会久才会生鏽？啥物雨油擦会哪擦？落雨啊，搁啥？啊，搁啥？日头甲晒啊，对不对？搁落雨啊，空气啊，对不对？啊是啥物？啊是讲有啥物？用酸的物件，用啥物件互咱，甲用电啊，伊会来擦对了。我讲，迄屁门呢，你甲当做是按体内器官，按体内细胞。迄屁门啊，按个细胞来当做迄屁门是油擦的物件，会互迄屁门咱擦的物件，就是讲空气也好，落雨也好，晒日也好，是毋是会使互这屁门咱擦？所以这空气的氧化作用，是咪会使互这铁门咱擦？这会使互铁门咱擦的物件，表示这叫做啥？就叫做自由基啊！安尼听有无？我用安尼记个，安了解无？啊，这铁门呢，就是甲当作按体内的基质安尼器官，安尼组织安尼器官。这物件呢，就会使安尼。我讲了解无？我记这个。听有无？所以这物件，风啦、雨啦、日头啦、空气啊，这拢是啥？叫做是伊互会使互这屁门变歹。但是对照咱体内物件咧，哦，是毋是风会入去，雨会入去吗？还是日头会晒吗？毋是。但是有一个其中最重要就是啥？就是氧气啊，氧气知无？咱输的空气啊，咱空气内底有氧气无？有无？有。咱输空气里有啥？有氧气啊。氧气属于在咱体内做氧化作用。氧化作用呢？氧化作用就是啥？就是咧讲，氧化作用了变成氧自由基，就是讲是按体内按个细胞攻击，你讲你攻击出问题，你用听攻击。出问题，你这器官就破病。严重的是安怎？这个器官安怎？就可能会突变，会变质，变质就变啥？变癌症。我讲安了解无？哦，啊，这你讲这物件，咱人有法度甲消灭无？有法度甲先说，按体内这氧自由基，有法度。啊，这氧自由基会使买无？因为里面出空气。你感觉去输空气啊？一定爱，咱人一定爱输空，无输空气，2分钟就离啊。所以这种物件，咱人一定爱输空气。
触这个空气就产生氧的自由基，自由基空气安细胞会产生氧化作用，产生氧化作用就是啥？就是老化作用，就是老化。安了解无？你也用你就破病。人，所以你讲我有法度去掠这自由基无？有，体内会使制作，但是会副了的无法度，你掠袂了，因为哪？你随时咧出空气，随时咧制造随时咧制造你氧的自由基，所以你掠袂了。体内我制造一种叫做抗氧化物质，体内有一个抗氧化的酵素，体内我做干咧甲掠这，但是呢，随年岁增加呢，制造的这物件呢，就慢慢减少。当然，这和你身体保养有关系。你保养得愈好，你这制造的病就要减少。你身体保养无好，你制造的这和降有关系。我讲安了解无？所以讲，人意思是讲，这物件掠袂了，你体内物件，我都掠了无？氧气这我都表面的一定有啊，掠袂了，我都甲消袂了，所以你人就一定会啥？会老化，会破，这是一点。所以生老病死，这是啥？这就是人生。你出世，你老病死这个，所以这就是因为这原因所造成。你讲我表面这个无法度，但是会使互减轻无？会使。这就是安怎？你较莫破病，你老咧较慢的原因。我讲安了解你讲是安怎会使要安怎做？你就紧甲我讲，看要食啥物物件，对不对？敢要讲？我先甲我问各位，伫中国古早时代拢是有皇帝嘛，对不对？对一个皇帝拢在找良心不老的药啊，有无？这方有，伊世界人民拢在找啦，上名是叫一个秦始皇啊，各位拢知影，对不对？拢知影。外国有无？外国有皇帝咧，嘛咧找这物件无？一定有透名的啥？埃及艳后，我听下无？埃及艳后，伊是安怎要找这物件？伊哇，做皇帝，我要化人，要你死就要你死，要你活就要我，管你安尼足大，做啥？有安尼种感觉，伊讲我永远要做皇帝，看会使我会使袂老袂死的，敢有法度？伊敢有法度？无法度。伊敢有找着迄良心不老药？敢有？也有找着的话，就是使倒伫的啦，是毋是？所以找无。是安怎找无？是安怎找无？伊无读营养学嘛？伊无读营养学，咱找无？我有读啊，我有读，但是我有找着，我嘛找无，但是我至少会使找着啥？我较慢的物件。伊找无，伊是伊身躯边尔，也毋知太人去到底去找，比较找有无？嘛是找无。所以这就是安怎？这就是我看这边讲的这意思是讲这种是一个，这是人40岁以后开始老化所表现出来的介个问题一个人的身体内底，你老化所表现出来介个问题安来讲呢安来讲这所以呢，找无啊。所以人呢，我头讲过，有法度去安怎去消灭？安怎说讲？需要的空气、氧气无？无法度掠袂了啊，消灭袂了啊。比如讲伊走，我消灭衫呢，搁穿嘛，搁同我讲紧。人介聪明呢，既然知影体内会使制造这，但是制造这呢，体内家己制造无够的，人就去去找，找着一项物件会使，我食落去外口补充进去。看会使去掠这物件，所以呢，莫破病，要甲这物件聊较少，你就较会破病，你就会老会较慢。你看有啥物件，咱有看着无？安尼氧自由基有无？安尼氧气，过来呢，外口的紫外线，知无？
紫外线啊，所以我当无紧12点去拍去咯，12点拍去时啥，紫外线是介强的哦，对你的皮肤啥有伤害哦，会使攻击你的皮肤的细胞的哦，所以无紧啊。第二，这叫啥？辐射线，辐射线台语是要怎讲？我大概念袂出来啊。副甲酸哦，啥叫副甲酸知无？核能发电厂有无？迄辐射，你捌伫电视听过讲带啥？带辐射污无？辐射污就是辐射钢筋做的有无？你想解无东西，结果规家伙安怎？带几年了后，规家伙拢变蓝色。迄个辐射线你哪？你攻击咱的细胞，咱的器官。搁有啥？利用辐射线的一个康退品。用这三东西来，这设计啊，上面辐射线。如果讲业主，我这员工他们讲会听人少，就伫迄种伫桃园，爱桃园美国公司有无？排出来污水，员工附近的员工也好，附近的居住的人，住遐人，拢着人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污染啊！哦，搁电磁波、空气、水的污染的东西，甲污，树分啊，知无？各位我小心点讲啦你树是去分，你内底你气锅内底遐自由基是啥？是成千成万的，是有够济哦。所以个甲污，不管你是一手烟也好，二手烟也好哦，这拢是一种介强的一个自由基，对你气锅的攻击介强。搁啥？这拢是一个低感的物件。搁啥？受气啊，压力啊，人的情绪咧，会不准诶，压会安尼心情作歹咧，有精神压力咧，有工作压力咧，拢会，这安怎？这来互你体内安怎？产生这所谓自由基哦，也是对你身体无好，所以你要受气无？你要你爱啥？看较开咧，无啥物通好计较。你愈计较，你愈高受气，你是留咧愈紧哦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因造成的。所以之前我入来，就是。要有学负责任的，互伊讲去面对你心灵的重要。伊讲看我会使甲我今日所讲的心灵的配合着。各位你今拢有心灵知伊经拢已经，所以我相信你无啥会受事。加上我今甲各位讲的，你会使会对身体愈好。搁啥药啊，袂食农药啦，果食品啦，无这种去食着对咱的身体。所以呢，这头家我当初讲，无法度避免的是啥？所处的空气是无法度避免，对不对？你看一定数公里太热，无数公里要怎热？所以数公里产生的自由基呢，种物件无法度避免。但是我通遮会使避免咧，所以呢，你要无安怎？你要留较慢你避免啥物件？第二，无法度避免物件，无法度避免的物件，你着找一个物件来甲啥？来甲烧。你也会使安尼，会使注意着这，当然啦，这是环境的问题。你伫食食方面，你也会使加注意，你着啥？着比人较推动较好。所以呢，咱所讲你看，紫外线，你空气，你受气。你压力，你食薰，空气污染，这拢是啥？拢是叫自由基无？这就是拢是遮物件，遮物件会使互人安怎？互你哪有腰轮，互你会生斑，这个啥？这就是因为老化所造成的结果。所以呢，你嘛看遮物件呢，你嘛讲我斑啊，啥物我就爱食啥物，就是讲是不是啊？讲介一个原因，拢会使造成安尼。所以意思讲，你这朋友啥物话，去骗去骗问有差的问，这物件拢是拢要互你问，会生的物件，
我讲了解无？所以你着表面遮互你问的新鲜的物件，互咱遮环境好嘛，啊，个你会使找我认为吼较好的物件来食吼，好不要紧，后来按照来看卖哈。所以头拄我有讲着，我头拄有讲着，你看如何避免自由基的伤害。我头有讲过，自由基是对咱人是歹的。我路避免，咱从避免，我路避免的，咱就按来煮，会使用食物件方式，按照自由基来变。你看，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你安怎保养。我今所讲的保养是食食的保养。第二呢，互咱体内呢制造较济，我有讲过，咱体内我着制造几啥气体啊，遐自由基，互遐消灭遐自由基的物件，互咱体内去制造。但是随年月增加呢，伊可能制造慢慢来较少。第三呢，人的寿命，含咱体内所制造的抗氧化酵素有关系。按体内愈济，你的寿命就愈长。你着安怎？你着老会较慢。所以我刚才有讲，3种动物：狗仔、猫、鼠、搁啥？都有无？第一件就互你看着遐个，内底即种物件上少的物件，啥物上少？猫鼠上少，2冬，伊着寿命2冬就无啊。啥物上济？啥物上济？牛上济。所以咱人在判断讲，牛内底一定上济种物件，其实人有无？有啊，人有啊，人也有，人介聪明啊，人像既然牛介济，甲材料、甲牺牲了去分析，是毋是？科学家会分析是种物件特别济，结果甲牺牲了去甲分析，无毋对，牛内底即种所谓抗氧化酵素、抗氧化物质特别济，所以伊的寿命特别长。迄阵有即种理论出来，证实讲一个动物内底种物件愈来愈济，你寿命愈长。迄种人做一种介无聪明的一个代志啥，拢咧食猪、食米，因为体内介种物件，我食的是我食的我是我这物件就多啊。我问你，食迄有效吗？牛的迄种抗氧化酵素，人家己在制造哦。这种物件食会变安尼，会变安尼吗？其实是的，所以很多项负责人伊咧讲，物件看会到，营养看袂到。这个抗氧化酵素，伊最主要是一个蛋白质的物件。这个物件呢，这个物件呢，人食落，人甲吸收一定爱安怎？一定甲破坏掉，破坏掉就甲消化掉，消化了破坏掉了，变详细单位，度吸收。但吸收了变成原来迄个物件吗？毋是哦，人个电池组合变种物件，无一定变，但是变种物件的机会足少。我讲迄条，所以你食迄有效无？无效。所以牛内底介几种物件，人讲我去食猪，会使互咱咧寿命搁较长，这种理论有存在无？无存在，因为这种物件是咱体内家己咧制造，所以你迄个原料以外，科学家去制造，我讲安了解无？所以动物是安怎共款是动物生命无平等，问题是咱体内迄种抗氧化。会使互咱老咧较慢，去掠遐自由基，去遐内底体内的数量无共款，逐种动物拢无共款，所以逐种动物生命拢无平等。我讲安了解吼，所以就是你看，譬如讲，牛内底体内介是些所谓 SOD 的这种抗氧化酵素嘛吼，我讲，所以呢，咱体内有抗氧化酵素，抗氧化就是老化，抗氧化就靠老化，高原吼。我讲安尼各位听咧我有拄久的无？歹势，我白日是有需要休困啊，啥物话
以惊各位坐咧吼，无即所以人即活动起来讲你自由吼，不一定吼，所以你家己方便就好哈，你着爱安怎安怎哈。我着因为我着应该讲的吼，可能时间因为时间早前吼，互我一个到3点半，我可能到3点20来去上班嘛，论钟看你是啥问题哦，其他你较对问题嘛。啊？我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啦，吼，我感觉咱是过深的，听有无？有吼，煞自己讲到倒去，讲者笑，看会，莫紧张的吼。所以呢，这物件呢，当然你看吼，伊就会使保护咱的，保护咱的身体，互咱抵抗安尼吼。这种物件分做2种，第一种我有讲过，咱体内也是在制作；第二种，咱会使对外口来补充。家己制作的物件呢，你看卖吼，当然你看主要来源有啥物话哦？当然你也有来源吼，像啥讲几个物件，蛋豆其实搁啥酸啊、油葱，搁这坚果类的啥核桃啦、土豆啦。坚果类啊，是啥物蕉果啦，有无？开心果啦，搁青菜，拢是含量侪的物件，所以青菜有无？有。蕉果啊，种坚果类有无？2类、肉类有无？5个类拢有。所以其实钙质物件只是侪含少。按呢，头讲按体内所制作的物件呢？就爱有4种物件存在做原料，靠我就用制出来，体内看我所讲的抗氧化酵素。比如讲这种物件呢，海产上多，体质呢，这鱼呢，鱼啦、肉类啦，皮啦，算介济。这蛋啊，这嘛是咱这元素，鱼啦、皮啦、肉类啊、肝啦、坚果类物件济。这锌呢，卵啦、黄豆啦、土豆啦、肉类肝，所以大概拢济。各位在座的，当然你袂找海产，你袂去找肉类，找鱼，你会找鸡卵啊，你会找啥？找坚果类物件。坚果类知无？土豆、开心果、腰果，还是啥？南瓜子，这种南瓜子有无？这种开心啊，果子这种开心物件，卵有无？有。黄豆有无？黄豆制品啊，土豆，剩的海产类，你无一定要去遮找啊，你只要有诶，这4项可能是种这种较好，对不对？较好来，体内家己制作诶，如果你认为无够，也是随年月增加，安怎？咱去外口补充啊。介聪明既然会减少，咱就去外口找，来食。食啥物件？捌听过贝塔胡萝卜素无？贝塔卡罗汀啊，贝塔胡萝卜，你看伊讲的，有啥提高咱的免疫能力？这拢是啥？伊就是种啥？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就是讲咱会使去外口来补充的。你爱知影这种物件是啥物回事？各位看一下，黄色、柑仔色的青菜水果，各位，咱的青菜、咱的水果，啥回事？是红红的物件？有啥？南瓜，搁咧，